多謝你啊，局長！城寨中出咗個大學生，我何家出咗個狀元啊！攞埋啲錢，幫六一哥做嘢，錢唔使有。10萬？阿爸每日坐診10個鐘，一個病人收5蚊，扣除藥材成本，每日淨收入約40蚊，一年大概14000。亦即係話阿爸一個人，無論風吹雨打，都要連續工作7年先可以賺夠10萬。Oh my god！ 小馬，幫我執下件衫。大佬，大叔，嚟，大佬。嗰陣時佢都好可憐噶，得我同佢。如果有一日有咁嘅一個人出現喺你生命中，千祈唔好猶豫，唔好逃避，你要用盡全力，緊緊捉實佢。